心声，就得将心交在神面前。你将你的心献上，摆在神的面前。那你在熬炼中，定能不否认神，不离开神。这样你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正常，与神的交通也就越来越频繁。你总这样行，就会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的光中，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中。你的心情也越来越有变化，越来越有变化。你的认识也就与日俱增，与日俱增。到有一天神的试炼突然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不仅能站在神的一边，而且能为神做出见证。那时你就如约伯，又如彼得。那时你就如约伯，又如彼得。你为神做了见证，你就是真实爱神的人，你就是甘心舍命的人，你就是神的见证人，是神所喜爱的人。经历熬炼的爱，才坚强不脆弱。试炼你都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神外，你都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神外，能甘心为神舍掉一切，甘心为神忍受一切，那你的爱就纯洁了，你的心也有实际了，那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神